后来乡亲啊，准备过年咯，早起一透早，南部有几啊场真出名的菜市啊，就安尼闹热滚滚。像这个台南安南区的果菜市场，人客人，打位头前人是挤甲甜，用马无路通行。啊，摊贩拢是为半暝就开始传要做生意。另外，高雄凤山的凤龙市场，这个四周边的街仔路拢总大塞车，啊，那菜市仔底人潮是大爆满。无法度用行的，敢若使用客的，想要买啥，骹手就爱买。赶大地小地，一边拣菜一边拣肉，想到要围炉火过了，就要赶紧买好嚼。大家习惯来这里买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东西比较多啊。哦，也便宜是不是？对。哦，这个咸猪肉哈。煎甲香公公的咸猪肉、煎鱼啊、肉羹真香搁真酥，一箱搁一箱年菜，等1礼拜前就开始传。哦，要准备差不多1个礼拜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。等到是甜粿、水果盆，大家自半暝就要开始无闲，爱应付一透早就来买的民众。当然会比平常多嘿。哦，大概多少？大概多一半以上有。高雄凤山凤龙市场只过年就真闹热，经济社会的介绍，伫台南市台南区果菜批发市场嘛拢有。边仔的车路强要互汽机车探满，今日市场同款真侪人，花水果、购物，每一项拢真鲜搁真俗。小年啊，大家欢喜买年货，回去厝内过好年。